你们天天你们过去了，当然你很好么干了老年吧。不都啥的项目这里边呢？当你那么说话不？你们如不那边我上面就管咱来可我是100可能那嘛我是别个们的大金啊，10年18大是别个们的，这块地是别个们的，你那么说话不？没得嘛，你们在求个呢他妈的罗了那都也不的讲么？是问你别人这么路票嘛爸爸爹过来这么路票就比如咋个喽？别他妈的就在你他那你快说你那么说话不？你没如不那你起码你只那上下来一大天月里一块一大哇。可多嘛里头可哈白里你没查嘛不对，大嘛巴拉你那么说话吧？嘛不对的么啊？那阿里头可好，白是你面是咋都嘛？那弟咋我白里起码弟什么比如里定啊？没些出白里头来定，咋我都那吃是咋里呢？有提些咋那干那提些的不啊？你那么说话？嘛别的很多是跟你过来的年哇，你没说很嘛，就是过来的年哇，你快说你那么说话不？这查白怎么里定啊？这年我是做我的差距学打算个做，莫如果米数白里你们哎，这么个意思做我的没差那个意思没做，我不都我啥人请我你那么说话，嘛学了恐怕来是做不得个大咯，我不都你们个瓜头那边，我啥别个说你来你那么说话不？是5年半年我啥别个他妈当然你嘛就在你嘛大不啊，别他妈面花花就在你啊里呢，第怎么那你我啥别个的一直这边去弄嘛我是5年半年。莫那么吃嘛的，搞了他那里有party咱们过普罗罗个来学我的乌拉苏啊，年当里有那个去罗拉苏个我的地主几万的那么说话，你快说我的那边个一里面里吃里，很去吃这光妈咪的说动啊，我的那么说话不？一里面头里吃很去吃这光妈咪的说动啊哇。耶和华没耶稣不呢，知道嘛个例子，马西西呀，他无皮的对耶拉苏米知道嘛个例子。耶和华们也不说人家知道嘛个例子，马西西呀，他无皮对耶拉苏米知道嘛个例子。你们你那么说话不别个去挂别做不去，两边不啥别个说动啊哇。你那么说话他妈等俺来是，你到来是的里头怎么？耶和华们也说不得那你知道嘛个例子就，马西西呀，他对耶拉苏他妈的里你知道嘛个例子对吧？到那里，莫不拉错的关系嘛，没能咋看啊？这里边过来俺们我没得嘛说，15年边俺就没得做多了是呢，如果女人哈过咋子里那么别去做生意说动俺玩的那么说话吧哩，我不都一天么那里没一不说这里说动我，15年边人没一不说，别到那里问啊，为啥没一不说的那里知道嘛个例子？他那里在那在我跟你马西西对了是人俺们就去个例子这里边。你们你那么说话不如不提出来提出那里为啥也没有那么很差说的俺喽？我们他说那里么哎，为啥也他别的嘛？为啥也是些头条嘛？就是不年的嘛俺哇。我们不懂的嘛哎，他那里在那里在好久，我那是的马西西里对了的，你我们在知道嘛个例子就，为啥没有那么说是的马伊里你知道嘛个例子里边啥吧？我们不懂的有问题去过知道嘛个例子里边说的我，听我的头个，你只对例子你只管我的呀，还得别嘛别去做。没能咋把我们的话掉，耶和华的去了罢了。侬让我历史子那么别走到处的覆盖你，一代覆盖嘛一起人能是那个啊？但是你们啊，一买不的侬立刻怎么不都一买不是那么比如那你侬买不是那大特别，你那么说话吧哩？我们不都你知道嘛？个两百多嘛那你们啊，说把他我的人哪里他们那里是那大就别个哈多嘛过那里也马西西是呢，我哩马西西个大嘛不都们啊，没能咋跑哩一点没能咋个嘛别看啊，不都里别到那你们啊。侬那你马西西，俺你弄的是做啥哩？我哩那边个弄马西嘛，不都你一外吃那你弄是那的？他一外买是那的，那么苦管弄马西夫嘛，不都弄的俺狮子都俺这边，你那么说话不？我嘛不都你们知道嘛？个里都嘛他妈那你为啥说把没一不他说那你知道嘛？个里怎么里边？这个边嘛，这个日子黑头吃我这边吃过这困难过老年条那里，耶和华一句话被一直觉得侬话马票错呢，我嘛就面是侬话的个里怎哦？侬话人家六票过加米哈米过第二米知道嘛？个两这里边。
那边你那么小话不做，不接受你接受困难我俺就在你当然的，有当然的，富大么出人啊不就大么出人么俺你那么小话不，啊师傅也别讲，若不也嘛没别去，俺他不管以后话不啥的，就不这个错咋了，he嘛就是那俺们现做了咋，别么俺，我嘛那你，你别那你我嘞，若he是怕嘛，主要是he来拍嘛，咋我说的是的，比如说我嘞那边个呢，有明年他妈过家当的呢，he我嘛得别你嘛想你那么小话嘛。就he嘛，主要是为啥哩？目的是在现做了整个的别来，我当你关系你那么消化不安，我嘛不懂你们啊，那我耶和华去我被一拒绝的嘛错嘛不懂呢，那我老皮过第二米哈米过第二米拒他们个哩整个的边，耶和华一去我就嘛让你嘛打嘛差不多那都行啊的边。我嘛那边听了，吃我吃错吃许吃过吃过吃，别嘛不懂你们啊，啥么嘛咋呗，啥他嘛咋多米拒他们个两个的边。咋说呢？侬哈米瓜嘛咋个了？我被俺也被阿祖阿舅让俺们觉得嘛个两个，每个就瓜米啊，侬都也嘛就瓜俺们觉得嘛个两个，这里边你那么笑话不？耶和华一句话就嘛的麻烦是困难瓜，你们啊你们出啥的嘛家？你们就出啥困难瓜这里家嘞？我当然你咋讲啊？我嘛不懂你们啊，若无啥一句话，若不得给他们，我嘛的麻烦中边呢，阿里边邻里觉得嘛个流行哦，别他妈人天嘛个下巴，天上没一头吃话头，我只管阿里边么呢，说罗边一买咋不呢？就我的一个个在学啥是你们啊，嘛家嘛就啥边，我住的没一咋，我嘛不懂你说罗是像你那个觉得嘛个了。么啊，我那个留下二十五年半年，耶和华无啥哩呢？什么嘛什么20的时嘞，侬没一次那当侬做嘛的？我嘞边头苦瓜伊那你屋里嘛意思呢？我第一个个的给你学啥，俺就在你那里的搞吧。俺那年里打不到俺俺女他衣服吃了，当我嘞我母啊在他那个是，阿里边我前你去嘛的，我前婆嘛的我嘞别地嘛我只落下那天，你嘛的很吃罢过了，你那么笑话。啊，当然呢，别地嘛过了，当然呢，嘛别地嘛跟人家是去到都得给嘛，那你去到都得给嘛。啊，当然呢，提过个呗，这边那个年你一万年的，啊，那个什么基本的那么笑话不？我嘛不懂你们啊，说呗啊，个路有啊，俺呗给嘛，古代是呢，提你嘛哩俺来过嘛，快点来过嘛，快点做年，我跟你老板哩嘛别啦，你那么笑话不？我嘛在家门的，俺家门的收入给我哩得打几个，我第一个个就嘛在做么哩哇。我当然你就一口吃嘛，你那边人家生活里面哎，米个山咋边你盖的一个嘛是拉拉不你那么笑话不？我嘛学啥嘛不懂嘛西边嘛过个你得住了嘛个了你那么笑话不嘞？我哩个垃圾吧，我不懂你们哎，啊是的是那个都是人家你们说不，有啥女的嘛那个来他都那个来当我嘞，有的呢啊嘛不他都来不过去偏嘛过他嘛追你们哎，有的我哩到他你都嘛家我哩的solo那你提哩的个有啥不啊？别说俺提哩都是你有啥呢你那么笑话吧嘞？我哩那边个无啥去我就嘛在那里嘛付出嘛的，那西边的你高兴都像你那么笑话不？我嘛里边提了，solo哩一个嘛不都一直像你那过哩个哩。啊，不然么啊，这么觉得嘛，个了你那么笑话不？一节不做杀出体质过边理智过去，吃理智过去老年啊，没有里的路网啊你。啊，但一话他妈在那里问啊，侬那里啊，别苦他妈就是路过嘛啊呗。我嘞，他光做的嘛啊，只嘛的侬啊是咋里咋？侬比如我里那边没都是嘛，光做的嘛的侬怎么的？侬只嘛怕咋个那你说我嘛别你别个。你那么笑话，我明天做啥题什么题答本？他一百多的可以你说，他百多的可别你说啥？你那么笑话不得个？啊，师傅你别他讲嘛问啊呗，听嘛那你师傅多罗啥嘛？别都听嘛的你啊，你讲你是啊，第八那师傅多罗啥个我别嘛个，现在你啥下一段做嘞？我嘞啊，我听嘛听嘛你别的，把起题的农民啦，是啊，你那么笑话，明天做啥题个？我嘛不懂嘞，啊的人下你啊的，因为人下你他妈困难过来老你到哪里嘞？啊，你也不懂嘞，他咋么个他妈的？别个哈多的呢，嘛怎么了说你是谁？你那么笑话不？知道嘛？个里这边多的嘛都怎么样？我啥就我就嘛我付出那多少啊？别他妈的一嘛都怎么啊？啊，师傅你别讲，说你那么别个，我管啥你啦？提咖哩？啊，说嘞啥子嘛？就这个。我当然你嘛那罗马不都米呢？他妈人家觉得嘛个了你那么笑话不？你们别哭哭啥听来着装啊的，我嘛个呢还年摸就，搞了多年20不懂啊就可他妈不懂啊你那么笑话不？那我还没管你的出没，越来我就
没意思你咋那个两个就弄我的3年这了弄年你们晓不？我去我的弄就付出你们晓么不多呢？弄我的那你们没有咋那个两么平面过注意嘛多他不能咋我们的你们听你如果差距也得多够你那么晓话不？我们不多那平嘛了呢有的卡数就得咋我不少人请我都嘛给你。我里边嘛里边问啊，这边的那你我连那个我里就在你牛上。我嘛不多呢，嘛那落地课嘛，我就不了的嘛做，就说你每天的多做年的嘛，那你有怕不多俺的那么笑话不？一那落结巴做的怎么跟嘛做了个呢？我里那边跟你那么笑话吧，跟你话笑。嘛啊，一俺的一话嘛那落个边嘛，快不了你明年他妈快住他嘛个里做边嘛快了呢？你没做不得，说让嘛没一个是也是就是不多呢，明年过嘛弄话阿面啥啦面，弄话也嘛过个做修做脏哦，对吧？一去我带来付出的个啊，对不？像那个嘞，我嘛不多你快笑。啊，一节我头里头吃日子过那里啊，是的嘛，做啊，别他那里，弄年没一咱们个嘛做了嘛，个做出个两个，弄那就他嘛个了，对吧？我嘛那里个一点别个笑，一年咱们的啥子嘛，介绍来个，个是谁个不是么啊？啊，你那么说话不出在天，怎么那罗木不到的俺就在你呀不？啊，15年半年，俺女提子嘛，过那里10嘛，都到那里个最个嘛没啥嘛，第一个你嘛苦做路啥嘛？我嘞，我嘛那边个也的嘛，都一做过。一做的嘛个一抖着抖到嘛个在屋路我个就是的第一个呢，我嘞俺没有啥名家过那里一带我嘛，知道嘛说个15年半过天嘛还你过那10嘛都我们那里第一个嘛一里嘛做，我嘞，我嘛不知呢一你嘛不那管理个了吧？那一你怎么的阿里边吃不喝吧那里送我们那里吃不喝吧那个你看嘛啥那个？我嘛不知你们啊，对，有嘛在哪里边里边他那里一你都咋哈的话就一多了到哪里去了？那你米在那个两个嘛米啊，侬呀米咋米个嘛错了就，侬那你合作是个两个啊，表示你一点就那个有你那么笑话不？一节我过去日子我这个吃了的那么，可那得个你就在你不你那么笑话不？可那等下就他妈个例子，一年不做8个例子，表示你别个嘛就嘛别个就嘛伢是不懂啊喽。一爸的马不多呢，一代就去了是俺的那么笑话吧嘞。我马不多你那么笑话，我你明明那他妈过年过说啊爸妈没了他，你们没说别个们谈你那么笑话。啊，那是起码吃那的谈来不，侬不嘛不好嘛不都不吃嘛，这个嘛不都俺侬赶紧给他下东啊，别说别个们谈你那么笑话。你们在那面对不对个？我嘛不多呢，对过那里啊，说把。个那天提出嘛，你一跑点木嘛，没一提个一提是6个月，他妈那个了。侬你在你妈的侬一在那做8个月账我这边，啊呢，你那么笑话不？就可就嘛那你家的嘛门路什么啊嘛？我嘛不对，你没做阿爸嘛不3年的你才一家子。如果阿爸嘛的木嘛没有他个例子，你那么笑话不？俺的里的去白你写了嘛听哦。我嘛不对呢，做人下你那个住，他嘛怕个里头那你侬阿是里嘛我咋你没讲我那个？你没说阿爸阿妈不哩阿父阿爸不哩就跟我别到你我嘛家的个哩是你嘛咋我想嘛个呗？侬啊你一两多点嘛？啊da阿叔爸爸那你侬那你侬在那你住他嘛个哩哇？侬一年不做8亿之万的，你那么小话不做8个他妈的5个啦他妈的嘛的来许多啥你？一结婚你只是的啥子过子过里边边呀？侬家木瓜呀只嘛瓜拉嘛瓜，木车米车嘛做嘛瓜点那个了，啊操！我比3家哦，侬你咋做8亿那个咯呗？一啥嘞？一啥个一代别干么别看啊咯？15年别讲，一啥人呀？你就嘛可那个一个拉嘛个一啥内部人呀？你个就来时天就在你那里俺那吃木了嘛？我嘛不懂呢，你没管我的，侬在那里阿里打不打？俺咋不俺嘛不懂句话，就那么就做咯。哦，当然你俺就我们弄点个那么别个跟我就跟下你咋都可能俺在找来不，特别就。哦，当然你俺呢，哦，当然你一啥的地方嘛，我里边个当然你一说那你打起的咋都没嘛话哟。哦，当然你俺呀，估计妈妈一妈妈过要去了个人呢，就去嘛就够噻。哈巴拉拉他那里阿里边啊，去我来说俺你一人现在个怎么朋友？啊，他去嘛家都嘛去莫里说的，我听说就去莫里说我听说嘛那里阿里个两个不的，侬在那阿爸阿里嘛有嘛，俺在去啥的这样吧，去啥的别来不就来不不的呢？啊是个，侬个，
莫关呀，只嘛关了那么关年那个样嘛，侬一直比掉啥什么就过大概侬大概就可能是个么哎，我嘞个有办那个，车里嘛做的嘛关侬那里点那个两个嘛，啊他去过点那个两个就，但是侬你咋就把伊那打就，呢就去他妈的可能么说，你那么说话把人家来是都在你的啊的上涨啊，我嘛那里也是不懂啊。一怕一早都提去在过嘛不都行嘛不都一做把就一都嘛我你那么说话就去我嘛门口下我嘛不都你那么说话不你没做不是现你就嘛困难过无啥难过别侬就去嘛门里那么别个呀我去我在自己做嘛啊不是你提嘛个都嘛我啊你大家嘛叫那提去我你去每一不是人家就他妈个里子对吧你去沙罗尼亚这个沙去吃这个每一说不但人咋他咋子嘛，我白提白你那么笑话吧？每一不是那人你咋个这么大就？你们你那么笑话不啊？米花瓜提嘎子错咋的怎么里面？没嘛白一你嘛笑咋的嘛白嘛咋你们知？我嘛不懂你有的地拉他嘛故意干么子的？没那错咋提什么地三个你那么笑话不？有些关的关你嘛大嘛啥没意思嘛？那你有么做？我哩嘎罗下，我嘛不懂你们个。每一不是的人你咋他咋子嘛别，我嘛那边提了哈那个提哈提不过别你晓得嘛那听我你那么笑话不？你们做不提做的就是人家我啥没一那么别个没子我想，我嘛不都一帮我别他那里怎么他咋干就，我嘞，侬嘛一他嘛咋往这个，我嘛那边提了侬每一帮嘛不无啥每一帮嘛不都呢，是提嘛个啷个，侬无啥别个就嘛的侬没去奶咋那么别个咋不是去咯？不都他咋个别那个有些人有点无理，嘛不都你哈那个不是你们大人那么说话不？哈那个那你昨天也是你听你的听你无啥别个的，就咋关你是这些你关进来当啊？要个里头是是这个里边人家家嘛一那么事事嘛也么也注意啊喽，对不对？我嘛不都注意别嘛的提醒人家就当嘛里边提两啊喽，家嘛一那么别个你们啊就是不是的，我人家没一嘛把那都提醒了的啊。家嘛没办法呀，就嘛生啊喽，为了是就在你那里，你们听你六个晒的，我去干嘛呀？家嘛没啊喽，你们结果嘛老是那里嘛晒天嘛办嘛，你那么笑话不？一婆瓜肉一把老是没面做，你那么笑话不？说的是咱们没，说别个我可咱们没，家嘛没，一那么别个，提过提来过一那咱们没，早上你妈跑步妈不的一直都咱们没。早上你裤子做光嘛，就是老师不然那是做什么没的嘛？就嘛那你家嘛没就中啊你那么笑话法哩？我嘛不懂你没就嘛马一那你追啊咯的里边，你别就这个你就这里这个那你1万呀，1万呀10年下出话嘛比啥是追也嘛哪里嘛哥哥你嘛特殊的的里边。货物价喽，对吧？1万你嘛管了你20的嘛啊，不啦？1万你嘛管了你还做了你无啥的就他妈给你走对吧？1万这边了到那里，你把俺说的边你们小时候的怎么在这边了？哪来的哩的？嘛啊，我嘛不做你们啊，你还做了嘛？你嘛他妈的老虎了，你那么笑话不？这嘛没个事情，那么比如你没做不这些人他妈吃了掉啊！说白了白听我嘛，你那么笑话不？你没做提把嘛个提了很差没？话题头嘛个漂亮嘛15的做嘛收了嘛？你那么笑话不？还呢，今年嘛个漂亮那他妈15的做嘛收了？俺娃啥一出片那个，里边他们个，伊那里里儿子还是有些呢，儿子还是也嘛不都没多提嘛嘛个，儿子嘛刚才啥就提了来是几年的，刚才啥就没多几了，是提特需要人你那么笑话。嘛收到就是现你的做嘛收到嘛，你们我给路边的个店啊面啊把，里个老板那就嘛收到嘛，你那么笑话不？我嘛不都那3年嘛，可能我那家嘛没一那么比我3圈，面提不提的别个俺那里，可快点他那里嘛讲嘛别嘛快个呢，把他一个个都也是你路嘛，快嘛现你个吃了他那出啥的做嘛里头讲嘛别讲，爸爸不少我的吃了子，我来拍他妈的吃了子，我去拍他妈吃了子，我当俺咋个学那里他家嘛没养我提了别，嘛啊，我里边说可做你那么笑话不？你们下去那么现你个那里家嘛下去啊？mi hima ne de ko se ne shawa ma tu mana ne baba usanga nga shawa tu la na ma bi nga la chu de pu le nga mo na pu le ti bi ti di khulu ne na ma shawa pa le o ma pu do ne jama yi na ma bi su su ma ye do ma le chu no wa ni he zu le ma pu do ne u sa ni no de chu gla nga de ba o ma pu do a mya kwa kwa ni he wa le ne na ma shawa pa le
我嘛里边提了嘛，今年生活出里吃的吃瓜里边呀，那个地区瓜地下说不得那里住，但是不我这边下去，啥这边一直都不别个咋个，大嘛提吃的把嘛都瓜鸡别你别个啦我这里边。我嘛不懂呢，你们来个来着？妈咪提住在家是别个么的，你那么笑话不？我连俺们若不来个提出瓜地下说妈咪家呢，25年边呀，为啥也没得一万嘛不懂呢？知道嘛没但伊嘛比你嘛不多呢，知道嘛个了。我到那里阿里嘛边我说，侬说那么很个，侬那里知道嘛做啥啊？啥代表个一直都不表个咋个他嘛个，提次提把都个讲嘛，提里边个啦，提里边，我嘛不多你们做嘛里里边，啥代表个里咋个当啊边，啥代一直都不表个里，啊都钱没咋个啥，你们就是啥不做不表个咋个，大陆不啥别去管么做？我嘛不懂呢，什么没耶稣呗，没耶稣在那里，弄完了呢，就没嘛等米嘛，只等在那弄完的，咋个大个嘛没乖鸡，我嘞，对过那里，弄完了呢，两个地区过地下说我嘛不懂呢，弄完了呢，第次的把下就嘛都过家嘛，这里你妈做你那么笑话不嘞？不说嘞，我你就嘛在学那的，啥说嘞的你就嘛在学那都是俺你那么笑话不？我的是把你那做人啊，他不留光嘛做人啊，他不听你就过给那的，哪里的就过给那嘛，比如你们没有生你弄哈那过不拉咋呗？没得没讲个啥，你比如吃就你吃做你吃学子那过里边呗呀，专门的手里干的苗夫就也他那，绝不都220嘛做嘛，别么客体挺嘛的做啊这边。别么去过嘛的老年弄做生呢，老年那么灵啊，这里不行呢。我嘛不懂你那么笑话不？对嘛的生那生啷个，伊那他妈个生那生啷个，我连俺咪，伊嘛巴拉嘛伊第二说在那里，面夫也嘛不懂你，最不得20倍多的嘛做就弄在那里，啊里边里呢都个几多的想我，这里边你那么笑话吧哩？我嘛不懂呢，别么看嘛的做你别无啥的多数的，出国里怎么啊多的老年嘛就得想的啊喽，这里边。我嘛不懂，这嘛没有那么别收到喽，嘛呀，我嘛那里无啥的多数，我嘛不懂呢，无啥的多数不记那么啊都前面的路都嘛领我，反正嘛别个都个就嘛个，他嘛那里跟我，啥个，也是就是也这里边你想的那么笑话不？我嘞，没有不说别嘛那边的来做，那你没有不说他一来也是就是一来，别是你来学说中啊。也不说里头年次，现在可能过来半年，后台苦说那你听了他不，听了我不他苦，原嘛老说的一直都做，那么接下来拍的这么没意思了吧？你那么笑话不哩？也是对啊，不嘛也对嘛的不啥？后台过那么还你管21了耶？你没管到侬吃土的来无啥穷行啊？侬你妈的来无啥穷行啊？你那么笑话？我嘛不都后台苦说了，你对我不打快嘛啊？我嘞，对了吧？我嘛不都你吃苦加苦啊，多的不是嘛别你晓得吧？25年别人无啥没那个这么没劲，那么的苦处干嘛的别动啊？你那么笑话吧？啊，你们啊，对吧？妈妈，才有其他他们特别，我那你明明我可以啊，我听你六个我更无后生的我可以嘛给我表娘，你们妈咪讲嘛天天只嘛苦，那么的那么我的你干那啥体土气有本事在讲嘛就伊。我嘛的我他个讲么呀？你那么笑话，我听这个，嘛哩我吃多的多，嘛哩我说的咋多的，把嘛我芝麻巴拉那的，啊，没花过多少年，你那么笑话不？我个关键也挺海嘛，那我他那一比干那啥没吃呀就，我里边那的多少年的我那这些都那都晓不？也是啊，听嘛他说啊，没这都是那不边那的我就讲嘛，你那么笑话不哩？我嘛不懂你那么笑话不听我，啊，没花过，如不啊里边他那你们看。无啥没那个，若不嘛一我嘛苦啊嘛，他妈的来是只说别个来是第一个那干嘛没了？我不懂么？原嘛老师的一早都做那么来不接下来拍的这么没的吧？你们你那么笑话不嘞？有话我们来找我来找公道，20不懂啊？无啥嘞？做不了个啥，实在个的嘛不懂。说的个都嘛，中华不都爸爸我说你们去听你嘛？我没见嘛，就么人家这家都那老板每天听他们我比如老你那么笑话不？我连啊秘书上说啊，这个天里打酒，我天里打酒不要到那里，妈个我说的假设是你没有什么你那么笑话不嘞？你们做没过第二是你没有咋个不那里？咋个嘛打你那么笑话？不说没有在装啊，永远就装啊。我连我面试不都是不没过多了那大不要的嘛呢？说的个都做那么别个没几老乡你那么笑话不？
我们不知道如裤子做困难过肯定会少，15年别讲，提哈嘛困难过这么面有我们不知道你会少了你那么少。我们不知道提着哩烟我别到那里，提着哩我别到那里，不那么大。提你提我们你们要么你提两个提来知道了，但是我们这么没必要啥。面手里没那么提就过，面手摸嘛过俺们摸刚俺们这么没一把那么那里我来过嘛，他们俺老你那么少话不？我们不懂你们啊，说的一家都做那么比如几千来拍的没一了，这么没一你那么少话不？你们过那么些你过一点嘛里边去了，多呀嘛些你就嘛困难过，弄我来是得来点那头。花里如果进那头，这么来说说的我们那么比如一那到那米吃了话，你那么少话话嘞。我们不懂的他也没讲哈，别他妈提了一年跟你说，啊那妈妈我有嘛，我今年米也多点嘛，没差别了呢。没你那么少话不，我们不懂这么没一点多点个没，去面嘛吃一碗那么比如来说才出来别一年跟你说啊。有哈次我说你这块里边别到那耶稣的农场是耶稣是的，所以的里边。耶稣就是的马农场嘛，出人啊，他半年一生嘛对啊，你那么少话不？你们听我讲那家嘛，你那么少话不啊？就是不那呢，就是在农场是出啥人啊都，我们不懂你为啥100克的那巴郎啊？100克的那是你意思的巴郎啊？你们那的关注度也在那家嘛意思的，我哩这边三个女生啊。3六年也头我就这里这块里边的，从不得做个，你妈家里说的去个3把，说的一张20说，但么你妈说是有张对吧？你那么小话吧，啊，面花瓜你妈什么巴拉15年半呀？提可那你个当然你破个那当嘛可以啥的，提花破个提花破里那你当然不喝啊。提花做那呢，一妈是一怎么做下来么啊？一妈妈个一怎么嘛？你妈按你什么是那你就啊呢？我怎么啊？侬去年呐，过容易怕天嘛，过年的嘛，那年20年他妈多年噻，对吧？就20年他妈每年啊，白就。哦妈个，我晓得吧？哦妈个，啊他们他有家没家多在别来那个，我嘞。哦妈个那个阿姑姑呢阿姑姑，妈大姨妈妈的很那年，我怎么阿里边呢？别说那个，阿姑姑边那个，阿么的个，哈，我怎么阿里边边呢？啊你的嘛把做事，啊姑姑不是呢，不能撒话，你那么说话不？你嘛是有咋的不是？我当然一嘛里嘛别有他呢，挂一苦瓜对是呢啊女他一年一怎么嘛个什么呢啊里边一提做提那他一嘛的啊里那你是啊里也别他妈的土姑嘛过不我想，他土姑嘛那你带多了他推我怎么他妈咩咋别就一怎么的。那个生意就是我土生不都他妈的原则办就，来花一妈的一那你多你听那他那你多吃你花那你不就，提学生的些了吃你花那你不就，他的一妈的你妈是咋边的提来破个那我过不好不就，他有那你从没得破个吧他那你，我嘛去破个你嘛30年吧，俺那得一张牛啥，我嘞，俺那得一个张牛不都俺那得破个那么呗，你妈是破个那么一句么做？我米诺到啥茶，你没做就咋就嘛那里？从没不那里我里嘛我大不大有啥？你生你什么不都生你什么的出生你妈是啥嘛别个呢？就阿妈师傅俺你那么说话不哩？我嘛不都呢阿妈师傅嘿我嘛管你没做不嘿啦他做阿里嘎呀不都得对着你生你那么说话不？你或者管你妈是嘛巴啦？啊大不大的可能你可不那么比我说话嘛做你那么说话不？我嘛里边起来就讲那你起来别啥嘛，错不但那你做干嘛啊？弄我做，弄我那5年7年我把那天里嘛咋都嘛做了啊，别都嘛做了啊，你那么说话不？别是呢，咱你不得天里去个那的，为啥别去那嘛故事呢？错不1年我别的呢，为啥别去那阿里是阿里从那干别都嘛在干嘛个呢？侬你们就过一直过嘛，他生年无啥别个，那是一直过了嘛，一直过做了，我来做个跟那的，罗亚嘛还你过别木干嘛做了，别的嘛，咱你不得做个跟那的，你那么说话不？咋是伢里嘛听嘛做，你嘛家了，我那里一年嘛说么那里，你晒出来呢，我比我这个嘛做不？没管我没过来我，没一晒出是那个来一句，一来一咋说没做？别里他马祖那他你们家里是别个么的，
我嘛那边提了，哈那个一代提黑子的白天拉我哩个他那，我看呀，你们学你们接受白工单你们小伙。我上白去去嘛那你如果那都白去，俺们不都意思对，这那么别个嘛那他们白去，俺们不都弄俺提了意思你他妈不奈我丢上啊。啊，他意思你呢？啊，你管么哩多我，我上白去那你提有的几个嘛做了，我嘛那你几个嘛做白。我嘛白的呢，弄完了你熬的呢，你熬白忙啊，他忙熬白的来的，比如说我啥白去嘛瓜，你那么小话不哩？我嘛不都你忙个你什么的我，你嘛这说的你来是去个的了嘛？你没我可以瓜嘛，老是白个么的你那么小话不？啊，苗花瓜那你提标那你们啊，你们我可以瓜，几度我不是都在个不哩？你拉嘛比老是白个么的？你们那你我可以嘛有？我哩啊，我你是他妈不都你都在家里屋上哈哩活了是我可以瓜吃了是白个么的你那么小话不？我哩讲，我嘛不都你们三八岁的一扎的里边，你没三八点嘛行啊？花过的瓜三八岁的一张不能一张个么大你那么小话不？我嘛不都你哈过三八岁的去个那么别个三出来别是三个你想，哈过嘛年出来你那么小话不？三八八的天有么得哩一张弄过，有么得哩一张那路，有得哩有一张那路，啊对不很啊对吗？我嘛不懂呢，哈那个意思对了的，就是那个一点你嘛是你就是一句古嘛个的努和嘛那也是一点嘛没错，无啥别个古嘛里一点嘛不一样嘛不懂呢三八五很多么做，你去抽出黑这个里边边呀，对做嘛呗，说的你那嘛学啥嘛呗，咋做你嘞无啥的那路的里边，我嘛不懂么对做嘛呗，说的你那嘛学啥嘛的里边。你那么小话不？学啥了？光嘛就嘛可能个个苗话就都怎么？提比那你阿里大不大么？我是嘛的人俺年巴啦，我数学的年嘛巴啦么？你们那你我嘛不得我嘛的年巴啦，数别啥孩子地区的俺年嘛巴啦，提里嘛别你那么小话不？对做嘛别数的年学啥的里边？我嘛不懂呢，阿里就是嘛的哩年是学啥那嘛别做个做咯。咋做你嘞？无啥的拿路的里边，无啥一去话可那个做不得嘛个啦嘛，就嘛人意思哈那个意思就是进来别多嘛就嘛来是对不啦那的，无啥的路那的，无啥的拿路是你讲不的路，哈那个意思对了嘛，出着不啦我别多嘛来咋子我来子，有哈过去里子过里边别的妈咪也得来我带支付啦是没人那个咯，一嘛把那嘛啥块吃了我你那么消化不？啊，你家里人那都是我是你们一嘛，我不是家我是别个么大你那么消化吧哩？你们我吃不了，但是俺苗话就是呀，哎呦，后天过了我另外无啥别个他妈的，来是就在过年是另外无啥米一个吧那，啊那我不懂的俺苗话吃的啊，说就在破那是做见面，俺苗话在过年那么消化不？你们我今年什么过几嘛巴啦，是不人啊？吃么那点嘛不懂的，这个的话呢，你吃白土那当那么过土我嘛苦不？啊，吃白苦那么当的话，他们去苦不？日子那么当的话，他们去拿不？你那么消化不？可那这他妈跟你比啦苦干那了，别个们打打几不？我们在对着你打的啊，肯定话嘛希望你那么消化不？过那么现今光我无啥没关系嘛，把那么那边一带学个嘛，我们这现你们在对着你给他加骨头点吧，你那么消化不？有的嘛怕他们特别。啊，你别他你们啊，女人啊，听到这嘛，学个วันนี้啊，么是个啦，他你们啊，那不嘛得个嘛，好啦，他你三不个啦不就，我嘛那你说的特别个有的有个去啦，你那么消化不？我嘛不懂呢，有路快嘛，现你出嘛那困难个家嘛没有，是你无啥在学个嘛，困难我弄嘛用呗，他地方嘛也呗，我你那么消化不？我嘛不懂你们啊，妈咪呀，他的米那的。啊，那咪咪啥话题？就嘛是呢米罗是啥嘛？他别你那么消化不？有个人呀，你就嘛米啦，他别啥？有人呀，你就嘛米那个嘛留意他别啥？有那片嘛做啦，他别啥？你那么消化不哩？有一个个嘛多年嘛，现你个家嘛没一别啥？你那么消化不哩？侬阿来做这个无啥没有，那么别个来学晒出来嘛？侬晒我就嘛那里啊都他偏个来嘛？你那么消化不哩？你没俺们家话我们家是别个的，啊是不年半年，Facebook 比了就你咋比咋？肯定快闪你那么消化不？我嘛不懂俺家是个就个的，咱女儿就你嘛别个，我侬别个你那么消化不？啊是不年半年，米那么现你吃了个的，面手里米个你那么消化不哩？里手嘛俺他那嘛摸了一做嘛里嘛摸是呢，把里我了是，这里搞了啥？我嘛不懂你们啊。
你那么说话吧嘞，如果路过嘛，现你就嘛可能过不上面那么比如你嘛他接的是来嘛，侬我话苦那么比如俺侬做目的怎么那你话苦咋子嘛哩做路啊么那你，你咋你把不得嘛个嘛一直哩搞了嘛，我嘛不懂你俺侬比如那你米里掉啥款哦。阿里大不大你阿多嘛你死大你去大阿不实大啥事灵啊？死嘛搞拉都有你那么说话不？实嘛过去过俺侬那里，我嘛不懂你那么说话不？米啦那么现你吃了哇？我嘛不懂你啥话出嘛吃了他嘞？一把那么现你就嘛可能过来无啥没过，晒出那么别个来是就业来别是你，就是那个意思来是对了，自来别是个你生啊，天天啥路你养我，就是这那个嘛那话苦的呗。嘛那话苦别嘛别去就嘛来提话做的提别就嘛跑不提就嘛只是你嘛那话苦别里给他嘛领啊，不是你家伙伢那你光没办意思提就嘛你阿里别他那你嘛跑弄啊那你阿里咋嘛生啊那你提咋啊别就，无啥别去提嘛那话苦别嘛不都你啊那你提样啊你那嘛跑不哩，那我怕多了别他那爸爸不少你来项目嘛，你没听你了光我初中那干嘛就光努力咋个活来项目。啥块的我的一大怎么里边花起来怎么人气么怎么不都项目不是我哭下去耶，好怕他过得吃多过得吃那么比个阿姐吃多么快给他呢爸爸不说你明我嘞努力花里边一节吃是你过就下来那么比个一直个那么不都项目的别就不吃瓜的我明我不吃起码不都手比个吃提都他个里只不是我快就你那么说话不咋家都养我别他那里咋家都嘛个怕鸡他那咋路嘛在学我嘛不都啥来项目的别就是不都啊咋不他妈我们努力个了嘛不都努力项目嘛他的我哭下就嘛不都嘛那我哭别嘛那里我吃痛啊他不过爸爸啥来项目不是你我哭啊那里他里嘛的嘛那别的他可嘛的不行啊侬我在你个嘛手打白就没办呢，he没耶稣提出嘛你提白就你那么说话不？你为侬啊做的里讲嘛你个嘛手打，我跟你提呵的那么个一节提个多哩爸爸的项目别那让你那么说话不？我嘛现你提嘛可那个，侬项目嘛别因为别那你做现你嘛那个啥子也都做了啊。提话做那你还没说明了，我弄没怕不提出嘛别了，是别那么个一个你也去我家嘛出牌个呢提哩白就呀。有时呢，你要我把他们改了嘛，不是你记住了嘛？你，咱们俩可表示提起嘛，过一打那改他那你们个一打嘞，不是你，侬米罗些你侬一过一打的，别他一打打别就咱们俩有嘛？因为提起嘛，你不发科学了是你哪个到那里来话，没开始了他咱们个咱拉到那里嘛个，咱别嘛怕苦个到那里来话，阿里个拉不的。他上马哈律师一出牌嘛，你马哈律师一年哈律师改不就？我说你马哈律跑过提出嘛，我说你咋个我嘛可能比的就是人不就？比的就是人嘛不懂你咋嘛苦个了，当然你阿里也不懂你我用啊比的嘛，那我嘛不懂啊嘛早的不就？出牌我嘛早我嘛很猛不就？我说他啥提有嘛你哈律师提有嘛那你爸爸不少，我那你很猛咋做啊？不是你们你不发爸爸不少咋做？就嘛那弄个我就个是私下里子不是呢？我啥的我苦个当然你来话么说白了你一拿我哩我苦个但是你我苦多的是阿明别个他推了不了子别个嘛哩，我啥你哈律师其中么子嘛你一路个个比的做嘛觉得你他提把嘛几个哩嘛是有天嘛哩嘛做有就，我当然你跟你我啥哈律师一度我的我苦来不是你，爸妈的哈律师不拉就你那么说话，嘛那我苦别嘛你我提个两我你那么说话不哩，我阿里过去阿里你我苦都嘛他们哩真你那么说话，我咱女儿做点嘛个，师傅你们讲，一节提个多嘛你多嘛个嘛，一节提个多的爸爸来项目呗，侬我爸爸提起早我的无啥来项目呗，就嘛你马项目嘛到什么有啥哈提哈咋哈我都嘛哩无啥来项目呗那当啊，不是我那你提嘛个，我讲你我们知道。我哩那边我妈就说的嘛你，我哩听妈个说你那么说话吧哩，我妈不懂你，我夸妈夸别妈那无啥别咋了夸妈夸别，我妈觉得多话哩巴拉喽，别嘞。妈听我就啥次十字瓜说话别我哩，侬那你俺到那俺别嘛，俺到俺哩别嘛俺别，一不他别，一不别我别那你说吧，你我第三代瓜就落行啊，我不能你别嘛大体别。我不懂你们是点嘛别提帮哩，我是点就别做事啊。我不懂你如错如跟我是里推和你那么说话不？妈妈家有去提话别，一旦他们他离了说提人就一没别不收。妈我到那里他们他离家一嘛不懂你，提去做了提别就，侬嘛你侬在咱们旅行别嘛别就，
Zama sema lui ha jo hene zati na ta jo ba jo. A tha ge li chai ma bu to cha le ma cha ye nga de li cha yo sha nga ma cha go ma bu to ne nga ma yi be da ni. Ha pa yi mai la ta cha cha ti bi sa ba yo ni na ma sha kha bo. Go ma bu to ni nga da na ni nga le be ma nga ta ma nga be be no u kha ma ngo ni na ma sha kha ba le. O ma bu to ni bu sa be ke ma su go le ngo ma go go khu ma ma da ma. Be mu khu ti mi cha kwa hi na do sha. O不懂你妈妈一个少什么安尼那么小话不？那我那个咋啦嘛咋都咋是你熬什么别他呢？别么口体米家光安弄hin那都行啊。我不懂你，一啥也做个出去，这可那个别过来呢，是把嘞我没得资料了，我得资料我他掉了。一啥也你我里边有够着，啊俺里没得资料，家嘛没有那么别一时对子那么别，俺里没得马子都俺手提留下去，我当年我他掉了，我得资料你那么小话不？你们说不阿句，我没有里边把那我他掉了，我一把那么的确实我一拿到你那么小话吧嘞，有一把那说的他一直不喝，我嘞，有一把那么没人说意思呢，一个一把那么一没一，但是你搞了下，啊不对呢，我啥里苦拉到我他掉了，侬在你们你们搞去苦拉到我你们还是那当啊，我三年是那当啊，不能一年我在都在吃了这的呢，我打吃破个我米嘛侬一碗里子。我嘞，第二话到那里头哩，你还别跟你们讲，出啥我就嘛在那挖苦渣那么比如，你嘛可能搞里头了，我到那你擦苦渣那都像你那么小话不？我哩那都行啊，一啥也别嘛嘞，我他家喽，我在自来你那么小话不？你们我他家喽，别把那字别写给你行啊，路看我去吃这瓜，18年什么的他做，除了个不弄呀，我都我嘛那边拉出么事票拉账我别别个，我嘛那边提来你们做啥子，说不得俺们，阿里边喽，我在自来别别个干那一句那么别我。我嘛不懂呢，什么的了你们啊？侬那你我都妈妈那边提了，出账么事票拉账我嘛那边提了，你们侬话在俺们，咱们啊，人家意思呢就是那个活的钱那么别咋个活巴拉那么别，俺嘞侬话在思考别，别了那么别说出来你那么笑话吧嘞，你们么个，他的几个60个别个你那么笑话吧？我嘛不懂听你6个过来嘛笑话个，我上你的路个啥？我嘛没一步是在那里就他妈个里咋就？我嘛不懂你没他一步你那么笑话不？明年光俺们侬没一步完，但就他妈个里是咋都能很没了啊！我嘞，我嘛那边去了，没一只阿里边边大娘，没一步是在那就他妈个里咋啊？别嘛那边去了，我啥一句话的嘛不错，他个就他妈个里咋啊？别嘛那边也是嘛就嘛就来刚刚的人护肤真的都过出个都嘛领我就，我嘛不懂就是在早上的弄这些人家过不拉子，除了早嘛没过别嘛那边去了嘛啊，也是嘛对我别到那里阿里边的客户拉多来听啊，你那么笑话不？我嘛不懂的，做这些人那个没一步是他一来。花过就光俺们哈光俺们来是没他妈的晒就是你哈那个不拉子来别晒个，你想嘛别去的光我把咱们说的不啥个我就给我吃。我看你爸爸不上那点什么了，你们去过爸爸不上那是什么哈哩？你个朋友干嘛的？出生呢？我都那边去的那苦肉么个？你们那个那是什么哈哩？都那个来就什么只管面目个了。我来是这样，你那个过了嘛？你管我那没关系嘛？我来白米，你没关系我那吃头啊？只管以后花不上那你放嘛你来的出生呢？这么没一把拉子，就他妈困难管我那点富个是呢？第次提爸妈爸爸管那个几把拉说，后来那么别个爸爸不上那没几个了，那点什么了？我在这了，我他家了，别嘛那边别把那那么别个爸爸不上去了，其实你嘛搞个的来是富个了，那没几嘛个，早是你家嘛没几嘛个，去那边才去把那那么别个，我这个妈咪里那么多那个了，什么也是没关别的，我这里不拉子。